帶到你名成利就，你已經行運嘅時候咧，嗰一塊佛牌咧係需要還翻寺廟度嘅。歡迎大家收睇元太祖，我係林定康師傅。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一個李斯特城同泰國佛牌有關嘅故事，亦都係泰國當地流傳嘅傳聞同埋流言。李斯特城喺2012至2013年嘅球季爭少少就可以升上英超，喺13-14年球季成功喺英冠攞到冠軍，並喺14-15升上英超。升上英超嘅第一季曾經經歷過連續12場嘅不勝，亦都喺連續19個禮拜排喺榜尾嘅位置。好彩最尾嗰度都連贏咗幾場先至能夠護級成功。而去到15至16年嘅賽季，大家都唔睇好呢一支上季嘅護級球隊。賽前奪冠嘅賠率更加有去到1賠5000。但係奇蹟地，佢喺嗰一季以23勝12和3負歷史性咁喺2016年5月獲得英超嘅冠軍，球隊攞獎應該可喜可賀嘅。咁但係事隔唔夠2年，呢一隊球隊嘅班主 Vichai， 咁中文直佢做維差，就喺2018年嘅10月死於非命。對於佢嘅死亡，泰國當地有唔少嘅傳言，到底點解呢個球隊嘅班主會突然之間因為一場直升機嘅意外而死喺火海之中？以下落嚟就係幾個泰國當地嘅人相信係佢嘅死因。第一個原因，泰國人相信當時佢能夠攞到冠軍係因為佢不停去拜神，求咗唔同嘅神法去保佑佢嘅球隊。咁如果大家上新聞睇咧，都會見到佢帶住唔同嘅球員咧，就去帶佛牌啦，甚至乎用聖水幫佢哋沖涼。咁喺自己嘅主場位置咧，喺4個角球旗嘅位置咧，就要做啲儀式，甚至乎喺旗杆底咧亦都埋咗一啲唔知乜嘢嘅聖物喺入邊。泰國人就相信咧，當時佢有可能係因為拜完神，但係唔還神咧而遭到懲罰，咁所以最後咧就要葬身火海。咁到底呢個係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咧？可能只係得 Vichai 自己一個人知道啦。第二個原因，當時 Vichai 其實喺泰國咧就唔單止係一個企業嘅大老闆嚟嘅，佢亦都有一個好特殊嘅興趣，就係話中意儲佛牌，而佢儲嘅佛牌就只係儲一間廟嘅啫，就係屈拉坑。咁呢一個屈拉坑佢亦都指定儲龍坡墮，即係話聳笛墮嘅聳笛佛牌。咁呢一啲聳笛佛牌咧喺市面上面流通咧個數量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嘅啫。咁但係呢一個 Vichai 咧就係呢一個佛牌嘅專家嚟嘅，就算行內入邊啲人揾到同款嘅佛牌，但係冇辦法分辨真偽嘅時候咧，都會拎去俾 Vichai 檢驗呢個佛牌嘅。佢甚至乎喺自己屋企入邊咧，亦都有一部 X 光機咧，就專登去照嗰啲佛牌係唔係真牌。每一次買佛牌咧，亦都會派唔同嘅人由個賣家嘅背景開始查起，究竟佢係點樣得嚟呢一塊佛牌。可以話係聳笛佛牌入邊嘅佛牌痴嚟嘅。呢一個人除咗自己係有儲佛牌之外，佢並唔滿足，佢所儲嘅佛牌唔單止係自己每一個款有一個，而係大量咁去囤積唔同嘅佛牌。泰國人就相信咧，當時因為佢大量咁去收藏呢一個屈拉坑佛牌，咁由於佢大量咁樣去收藏咧，就令到呢啲佛牌冇辦法喺市面上面流通，就得到咗上天嘅報應。咁呢個可能大家都未必了解啦。其實泰國請佛牌咧，唔係用請呢個字，都唔係用買呢個字嘅，而係用租佛牌呢個字嘅。咁個意思就係話，當你喺個寺廟度租咗一塊佛牌翻嚟，帶到你名成利就，你已經行運嘅時候咧，嗰一塊佛牌咧係需要還翻寺廟度嘅。寓意咧就係話你已經成功，你嘅功德同埋呢個佛牌嘅功德係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咁但係 Vichai 所選擇嘅並唔係咁樣做，而係大量咁去囤積呢啲佛牌，囤積完亦都冇佩戴，亦都唔係拎出去派俾身邊嘅人，而係純純粹粹嘅留喺屋企等升值嘅啫。呢一個炒賣佛牌嘅行為咧，喺泰國就俾人認為係做業嘅行為嚟嘅。咁所以最後咧，亦都因為呢一個佛牌咧，可能係導致佢離奇死亡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嚟到第三個原因啦，當地嘅泰國人咧就話，原來咧 Vichai 咧喺發生意外之前咧就買下咗泰國一棟非常之高同埋著名嘅高樓大廈。呢一棟高樓大廈個名叫做 Mahanakhon。咁如果大家去開曼谷嘅話咧，都會見到 Mahanakhon 咧係棟喺度，但係成棟嘢有啲不規則形狀，好似棟樓就嚟冧咁樣嘅嗰個建築風格。你見到就知邊棟 Mahanakhon 噶啦。呢一棟 Mahanakhon 咧，原來喺100年前咧就曾經係做過墓地嘅。咁所以泰國人就
認為呢一笪地咧屬於至陰之地，邊一個喺呢度生活啊或者住甚至乎工作嘅話咧，都會容易招嚟惡運嘅。咁Mahalakhon嘅傳聞就唔單止話本身係墓地呢一樣嘢，而係喺佢發生意外之前咧，呢一個 Witchay 咧就曾經專登請人咧，就喺呢一個Mahalakhon嘅門口嗰度，就去用泰國嘅字母咧，就去砌咗一個人形嘅雕像出嚟。但係呢個人形雕像，如果你喺側邊睇嘅話咧，就會見到嗰啲字母拼埋一齊，就會出現咗泰國屍體嘅名，就叫做 Lapsap，即係話呢一個字母就成條屍擺喺佢個大廈門口嗰度。咁冇耐呢啲人發現咗咧，佢亦都自己下令咧，就要求拆除咗嗰個雕像，就從此唔再擺嘅。到底仲有冇可能係因為佢做咗呢一個雕像而導致自己惡運纏身呢？第四個原因就係因為 Witchay 佢作為班主嘅時候咧，就曾經帶住3個李斯特城嘅球員就去到曼谷宣傳佢嘅球會。但係宣傳完成之後，佢就帶住嗰3個球員咧，就去咗一間酒店入邊，就進行一個群交活動。而 Witchay 喺呢一個群交活動入邊，佢就係負責擔任扯皮條嘅角色。不論係酒店定抑或係3位泰國妓女嘅安排，通通都係由 Witchay 親手策劃出嚟嘅。點解呢單嘢會出現咗呢？因為當時嘅呢一個群交活動咧，後來係有性愛短片咧喺網上面流傳嘅，咁亦都因為呢一樣嘢咧，嗰3位球員就遭到解僱，成件事咧亦都成為咗當時泰國嘅熱話。咁有泰國人就相信呢一種行為，包括扯皮條啦、引誘他人去做一啲破戒嘅行為咧，係會種下惡因嘅。咁特別係 Witchay 佢作為一個帶佛牌去寺廟參拜，又帶人去泰國拜神嘅班主嚟計咧，相信應該係嚴重破戒嘅。咁 Witchay 都聲稱咧，佢自己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哪怕對住記者嘅時候咧，都聲稱自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佛教徒信仰，甚至乎係呼籲其他人去信佛嘅。但係偏偏喺佢手上面講住佛嘅說話，但係就做住魔鬼嘅行為，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導致佢最後死於非命。咁以上4個原因都係當地泰國人一啲流傳佢死嘅原因嚟嘅啫。到底事情係咪真係咁嘅樣，都不能夠作準㗎啦。咁信不信由你。今集元太祖嚟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我哋下個星期再翻嚟同大家見面，拜拜。